星期日一朝早就嚟到呢個市集，佢係週末限定嘅市集，受到唔少本地人同埋遊客嘅歡迎。裏面有各式各樣嘅美食攤檔、手工藝品同埋服飾等。我自己覺得呢個市集就幾值得去嘅，因為佢室外嘅佈置好靚啦，好啱打卡啦，而佢室內呢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嘢賣。下一站去咗一間好受遊客歡迎嘅餐廳，佢嘅裝修好有特色，融合咗波希米亞風格。佢下午同晚上嘅氣氛好唔同，下午感覺更加悠閒，而夜晚熄燈之後呢，氣氛就更加浪漫。呢度嘅食物都好食，主要係以西餐為主，而夜晚呢亦都會有 cocktail 提供。不過要留意夜晚嘅人流比較多，可能需要等候入座。第二日一早就去咗另一個地方參加音療同埋空中瑜伽課程。呢間係度假村同埋瑜伽正修中心，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體驗活動。參加音療課程之前呢，佢會先派發一張入場證，人齊之後呢，就會帶你去到另一個地方稍作休息。到場之後，工作人員會先派一杯飲品俾你，佢個味道呢就甜甜地啦，有啲似甘蔗水。休息大約5至10分鐘左右呢，就會帶你去到呢一個冥想室。入場之後可以自己先揾位置坐低。場地佈置好用心，除咗喺中間放咗蠟燭之外，喺四邊亦都放咗唔同嘅樂器。而佢喺天花板留咗一個圓洞，令到天然光可以直接照射到室內，令到成個環境更加放鬆，貼近大自然。開始之後，導師就會彈奏唔同嘅樂器，令你可以放鬆心情。課程完咗之後，可以先休息一陣，然之後再上空中瑜伽課程。好推介大家預約黃昏時段，除咗環境好靚之外，亦都可以順便欣賞日落。另一日去咗一間專食燒烤豬肋排嘅連鎖店，點咗一個烤粟米同埋豬肋排炒飯。呢度嘅食物醬料同調味都好特別，不過口味就偏重一啲。下一站去咗一間大型連鎖超市買嘢，呢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產品，而價錢亦都唔會好貴，好推介大家過嚟呢邊買手信。食物同飲品都集中喺1樓，而2樓主要係買一啲雜貨為主，例如衫、玩具等等。呢日去咗一間瑜伽店上瑜伽堂，由於我係前一日先預約，所以都冇太多選擇。除咗瑜伽之外，呢邊都有唔同嘅課程可以預約，例如普拉提課程。附近經過一個商場，不過規模好細，冇乜嘢可以睇。呢幾日我總共去咗2間嘅 CrossFit 店，如果有興趣體驗嘅話，都可以參考一下。第一間店嘅場地較細，設備亦都相對少，但係呢度嘅導師好友善，而互動亦都比較多。而另一間嘅設備就比較齊全，會配合單車機同埋划艇機一同訓練，比較適合新手。第二日一早就去咗巴杜爾火山睇日落，朝早2點就要出發。呢個活動我係前一日喺 Klook 度預約，
預約咗之後，司機就會聯絡你，第二日就會去酒店門口接你上山。上山嘅方式有兩種，第一種係搭車，而第二種方式就係徒步上山。徒步路線約6公里，上山需要2至3小時。由於佢海拔有成1700公尺，佢嘅溫度可以去到10至15度，先會坐私家車去到山腳位置，然後再轉乘普吉車上山。上山之後，其他車亦都陸陸續續到達，都等咗差唔多1個鐘左右先去到日出。日出之後就可以見到火山嘅景色，而導遊亦都會好有耐心咁幫你影相。日出之後，我大約逗留咗30至45分鐘，之後就出發睇黑色熔岩。由於佢係位於山腳位置，所以要坐普吉車大約15至20分鐘。黑色熔岩係由火山噴發後嘅岩漿冷卻後凝固而成。睇完熔岩之後，就會轉返私家車去咖啡店。呢間咖啡店樓高3層，面向巴杜爾火山，而右面就係阿貢火山。店內以西式餐點為主，仲有自家製嘅咖啡豆。最後一個行程去咗咖啡園，都係有介紹製作咖啡豆嘅過程同埋試飲環節。